東蓮國院喺1935年落成，90年嚟一直秉持創辦人張蓮覺居士興學育才、弘法利生嘅精神，服務香港佛教及社會大眾。東蓮國院90週年將以佛教傳承與傳持為題，舉辦一系列豐富多彩嘅活動。90週年嘅節慶活動正式啟動。隨着佛誕嘅來臨，東蓮國院亦都迎嚟90週年嘅院慶。東蓮國院正今日5月17號祝歲嘅90歲。佛教常以音聲度化眾生，今年因求和樂嘅主題係焰網莊嚴，願大眾感念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大願，讚頌佛德，透過梵音共結善緣。因逢建院90週年吉慶，敦請三寶七師登座，建置廣東粵劇焰口普利法會，普施諸有情，長養慈悲功德，共賀院慶。般若正草，这里有传持，也有传承。传持的是佛法，传承的是历史，所以东莲国院就是香港等等的一个活教室。本院喺2017年被列為法定古蹟，見證住香港佛教嘅發展。今次展覽以般若藏真，佛教的傳承與傳持為題，呢座90年歷史嘅建築物，化身成以佛教為主題嘅博物館，讓大眾穿梭喺古蹟之間，近距離欣賞珍貴嘅文物，絕對係一次跨越時空、探索佛教文化瑰寶之旅。我哋仲特設咗一系列豐富嘅體驗活動，包括藥師心鏡沉浸梵音體驗、多個工作坊，仲邀請到寶覺學校嘅舊生聚首一堂，同大眾分享喺佛學滋養下寶貴嘅成長歲月。何鴻毅主席當年就大力咁推動呢個佛學嘅教育。本院積極推動佛教學術活動，今年與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合辦觀本法師與五會新聲念佛學術研討會，弘揚音聲殊妙嘅五會念佛，以及探究觀本老法師嘅事蹟。又與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合辦追根溯源佛教傳播的不朽傳承國際學術會議，透過探討佛教傳承嘅豐富經驗，獲得未來佛教發展嘅啟示。何先生對香港大學普學基督信他的支持真的很難得很難得。講座或者是類的，他們對佛教的推廣真的讓人特別感動的。更誠邀演空法師舉辦講座，與大眾分享佢喺30年嚟對《金剛經》架構嘅深入理解同埋研究，非常殊勝。佛法能夠將我哋嘅生活好透徹咁融入。繼去年再遇重演嘅粵劇《南粵禪僧》後，今年我哋再鼎力支持香港凌霄劇團觀演古腔粵劇《色妖記》，以戲說法，以曲傳藝，舉辦書法展覽，與大眾共賞漢物之妙美同木修辭嘅法喜。喺文字般若裏邊能夠可以培養我哋每個人嘅心性。將佛法傳承，點樣去傳持，要靠大家要發心用功。所以我哋今次1年嘅幾天法會希望大家能夠收集有大悲心，實踐大悲行。
年尾嘅壓軸盛事大悲心大悲行驗口普利祈福大法會頂禮華嚴寶懺，更敦請7大師登座，設放如期遵祭驗口佛事，喺莊嚴嘅壇場下圓滿建院90週年致慶。同時，亦舉行傳授三歸五戒大典，接引初機，續佛慧命，戒指發起充滿。三歸五戒就係斷惡修善嘅起步，讓我哋每個人能夠培養我哋嘅人生正行，你哋就會顯發到佛教所講嘅般若智慧。世間無常，年尾嘅一場浩劫係香港人難以磨滅嘅傷痛。東蓮覺院希望透過佛法，引領大眾將傷痛轉化為慈悲，願離難者往生淨土。菩薩嘅大悲心係因眾生而起嘅，因眾生而能夠建立呢個菩提心，能夠生生世世咁樣咧發無量嘅心，遍於一切處。咁我哋大家嘅力量就好廣大啦。過去90年嚟，我哋見證咗香港社會嘅繁榮同埋高速發展，乃至到各種嘅挑戰。東蓮覺院同仁始終初心不改，我哋希望將佛法嘅智慧同慈悲同香港社會分享。從呢個文獻咧，我哋睇到咧，司徒大德尤其是張國居士，佢個諗法咧係透過好多大德嘅啟發，然後慢慢咧緣起於大悲，遂入於大成，將呢個願力同埋咧呢個心願咧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去。